这高铁要起到宜兰，前期是继续咧炭烧，支持甲反对这声音是拢有。今仔日呢，伊是来到这环境部头前来表达立场。支持的声音是认为讲，这高铁若准通车，安尼是会当大大提悬这宜兰对外交通的方便性。也毋过反对派是主要讲，这北宜地铁呢是无来列入公平的比较，所以呼吁政府来重新评估两种方案。高铁若会敢开通，我相信咱的土地。 去较大，你等下看一个老伙啊，看一个老伙，看一个时代，人口嘛较袂外移。支持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民意代表和宜兰人，伫环境部头前发出诉求。另外一边无到几公尺的所在，也反对宜兰起高铁的款团等来抗议。交通部践踏专业。 参与反对宜兰高铁抗议行动的，除了有当地居民、款团，更有前交通部长何丁丹。反对方指出，铁路局无规划过程，无甲地铁方案加入比较，有美化高铁的行为。他们在程序当中不断地去更替数字，等于是美化高铁现在的这个效果。 但是同时间又把直铁的成本也好，直铁会造成这个我们这个台铁亏损也好呢，通通都把它置若罔闻哈。要反对的宜兰居民认为，若是起高铁，就有土地、农地需要互人征收，而且位置也无确定，就算唔免征收，附近的徛家嘛有可能变真差。我们整个社区都夹在到国道5与高铁之间，我们社区都是第一次购屋的。 现在也没有那个能力换屋。记者会结束了后，反对高铁延伸到宜兰的款团，也甲诉管书交予环境部，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地铁和高铁的方案，要求政府爱加强地方居民的沟通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